河套區基建發展嘅創新全跨度橋梁吊裝方法及特殊吊架吊裝方法，勇奪香港工程師學會大獎銅獎。河套區發展工程係香港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嘅橋頭堡，亦係聯繫大灣區面向未來嘅策略平台。面對複雜環境、嚴格限制同高標準要求，項目團隊以創新思維迎難而上，將挑戰轉化為突破。河套區項目嘅成功，建基於團隊敢於創新、精於協作，並堅守安全、質量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初心。我哋深信，工程唔單止要面對當前嘅挑戰，更要為香港未來發展奠定長遠基礎，以提升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未來建造橋梁嘅安全同埋效率，為香港同埋國家嘅未來發展出一分力。咁樣亦都有助香港鞏固作為區域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。建造連接河套區至粉嶺公路嘅 ST01 高架橋中，要橫跨10線主幹道，每星期只有短暫夜間封路時段可以進行工程。工程團隊採用全球首創全跨度橋梁吊裝方法，我哋先喺地面安裝橋身，然後用 SPMT 運輸，再用 strand jack 吊裝整條橋身，喺一個晚上完成一段橋梁嘅吊裝，大幅減少高空作業、夜間施工以及封路次數，大大提升建造效率同埋安全。我哋全面採用數碼化嘅技術，包括用 Beams、LiDAR Scanning 同埋 AR。預先模擬每一個工作嘅步驟，識別潛在嘅施工風險，並作出工作嘅全面嘅分析同部署，確保每一個工作嘅工序都安全地執行，令整個施工流程更暢順、更安全、更具前瞻性。至於直接連接路，工程需於極狹窄環境內施工，並緊貼現有鐵路設施。為突破空間限制，團隊研發本港首創可360度旋轉嘅特殊吊架吊裝方法，以全方位完成橋段吊運同安裝，成功克服傳統方法難以應對嘅施工挑戰。呢個項目最大嘅挑戰係要喺極有限空間裏邊施工，同時盡量減低對道路同埋鐵路運作嘅影響。憑藉團隊緊密合作以及創新吊裝方案，配合數碼化技術，我哋得以安全高效地完成每一項嘅關鍵工序。由創新建造方法、數碼化工程管理到跨專業團隊協作，河套區發展工程充分展現香港工程界嘅專業實力同創新精神。呢份成就唔單止成就一項工程，更為未來大型基建樹立新標杆。河套領創新，攜手建未來。